北京大报一场新女性50档的展览，主要是咧说台湾50档以来女性运动和民主化的过程。拜六，前副总统李秀莲也向台北市长郭文德导览这段历史。是当时活着的慰安妇，我全部请到总统府给他们安慰。 前副总统吕秀莲做导览，台北市长郭文德对咧听小解50档亲身经历的妇女运动、党挂运动、坐家等等有关新女性的巡回展，即届到台北展出。民主政治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，还是有很多人牺牲去换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也是透过一个人的一个历史，你知道，去看那个时代。其实过去50年也是台湾变动最剧烈的50年了。 特展分做10个主题，除了女性争取女权的历史进展，有一部分是消解两岸的恩怨。吕秀莲受到乌克兰战争，嘛提出两岸新关系的观点。我们应该要重新检讨两岸关系，我们要挣脱统独的争议，统就反独，独就反统，纠缠了30-40年，我们内在消耗很多。 吕秀莲特别亲到较早乌克兰议员送的假表达立场，内底嘛藏有乌克兰的国花、日头花。伊讲对两性的主义到两岸的关系，拢应该爱和平推动。记者陈嘉文、李学凯采访报道。